大家好，歡迎收睇時政微評。菲律賓媒體11日報道話，前總統杜特爾特當日從香港返回菲律賓，飛機啱啱抵達馬尼拉國際機場，杜特爾特便被警方拘留。杜特爾特早有被捕嘅預感，實際上呢一次杜特爾特飛機啱啱落地就被拘留，佢自己事先早有預感。要知道，此前菲律賓向國際刑事法院提交咗對杜特爾特嘅紅色通緝令，而國際刑事法院亦都下發咗逮捕令。國際刑警組織都已經出動，菲律賓警方甚至出動7000警力，布控喺菲律賓各個交通要道。一旦杜特爾特返回菲律賓，即行逮捕。從最新嘅消息睇，之前嘅傳言非虛，杜特爾特真係被拘留咗。所以呢一次，杜特爾特自己喺回國之前就已經做好咗心理準備，明知道自己翻去肯定冇好果子食，依然回國。一係有翻盤嘅手段，一係實在冇辦法，唔願意流亡，只能夠接受咁樣嘅結果。表面上睇，小馬科斯成功逮捕咗杜特爾特，似乎已經取得重大勝利。但係明眼人都能夠睇出，喺明知道小馬科斯已經出動7000幾警力喺全國各個入境口準備逮捕自己嘅情況下，杜特爾特卻依舊選擇大張旗鼓返菲律賓。呢個唔係自投羅網咩？顯然，杜特爾特並冇咁愚蠢。事實上，呢一次老杜選擇大張旗鼓返菲律賓，正係因為其睇穿咗小馬科斯試圖逼迫自己流亡國外嘅如意算盤，借此扭轉即將到來嘅中期選舉敗局。老杜此時選擇回國，直接挫敗咗小馬科斯嘅所有如意算盤，打咗其一個措手不及，其實係相當高明嘅一招。而家真正應該在急害怕嘅，其實恰恰係小馬科斯啦。點解咁講呢？據環球網有關報道，3月11號，菲律賓前總統杜特爾特從境外返回咗馬尼拉國際機場，隨後菲律賓警方立刻以所謂嘅國際刑事法院嘅逮捕令對其進行咗逮捕。應該話呢件事情確實係十分奇怪。早喺10號嘅時候，國際刑事法院方面對其下達逮捕令嘅消息，其實就已經出嚟啦。而小馬科斯以此為借口，調集7000幾名嘅警力，安全部隊把守各個入境口嘅消息，亦都已經公開。但係杜特爾特仲係選擇咗第二日回國被逮捕，呢個背後嘅原因顯然唔簡單。事實上，老杜呢一次之所以選擇以身犯險，等小馬科斯逮捕自己，好有可能就係因為其睇穿咗小馬科斯嘅陰謀企圖。就話菲律賓早已經退出國際刑事法院，國際刑事法院嘅所謂紅色通緝令，對於菲律賓嚟講根本冇任何約束力。小馬科斯自己亦都明白，想要以此借口嚟逮捕杜特爾特，甚至係將其進行審判，係根本冇任何說服力㗎。所以好有可能呢一次小馬科斯大張旗鼓，全國部署大量警力，並唔係為咗真係捉杜特爾特。畢竟邊個都明白，真要係想捉一個人，肯定係高度保密，悄悄進行，打其一個出其不意。邊有進行逮捕嘅前一日就將所有消息鬧得全世界皆知㗎？小馬科斯此舉實際上就係為咗嚇唬住杜特爾特，讓其唔敢回國，流亡國外。咁樣一嚟，無論杜特爾特再點為自己辯解，小馬科斯都可以俾其安一個畏罪潛逃嘅帽子。咁樣喺2個月之後嘅中期選舉中，杜特爾特無疑將喪失民意支持同埋競選資格，馬科斯就能夠成功挽救自己暴跌嘅支持率，保住自己嘅位置，唔俾杜特爾特家族嘅人成功競選。但係好顯然，小馬科斯失算咗，其如意算盤打得幾響，卻嚴重低估咗老杜嘅政治智慧同埋勇氣。其呢番小算盤被老杜睇穿，直接選擇以身入局返到菲律賓，唔單止挫敗咗小馬科斯想要逼其長期流亡海外、無法競選嘅圖謀，更加係讓已經放出狠話、展開行動嘅小馬科斯不得不假戲真做，將其逮捕。而咁樣一嚟，反倒係小馬科斯掉入咗老杜嘅佈局之中。可想而知，呢一次小馬科斯逮捕老杜嘅行為，唔單止嚴重激化咗菲律賓政壇嘅內部矛盾，或者將會引起各方勢力嘅強烈不滿，俾其帶嚟巨大嘅政治壓力。
同時，老道而家嘅悲慘遭遇，亦都更加容易引起菲律賓國內民眾同埋國際社會嘅同情支持。呢個反而將為其喺嚟緊中期選舉中爭取到更多嘅支持。而更重要嘅係，喺今次被逮捕事件中，杜特爾特明確表示，即使係自己被殺死，亦都唔會妥協，更加唔會同嗰啲白人結盟投靠西方小馬科斯嘅逮捕行動，反而俾咗老道充分展現自己嘅愛國精神同硬漢形象嘅舞台。可以話，小馬科斯呢一次係徹徹底底嘅輸咗自己成功逮捕嘅杜特爾特，而家實際上已經變成咗一個燙手山芋，無論係拘留定係放都唔得。要係老道喺拘留所真係出現乜嘢意外，近期更加係罪責難逃，將徹底觸碰菲律賓各政治勢力底線。冇講其政治生命徹底結束，以後其自身恐怕亦都將面臨嚴重報復同埋後果。總而言之，從杜特爾特走出機場被逮捕嘅嗰一刻起，恐怕小馬科斯就已經徹底明白自己已經係敗局已定。老道無論係政治手腕定係膽識勇氣，都遠超自己。咁樣對手根本唔係自己可以戰勝㗎。而家嘅小馬科斯睇嚟真係該好好為自己上一條後路啦。否則未來杜特爾特家族一旦翻盤，其今日所遭遇嘅必將10倍、100倍嘅還翻嚟。畢竟可能好多人都忘記咗老道在位嘅時候嘅手段，可真就比今日嘅小馬科斯狠10倍、100倍。今日嘅影片就到呢度，歡迎訂閱、讚好、轉發，我哋下期見。